大家好，又係我范太郎啊！咁今次想講下呢，呢套拎過今屆奧斯卡最佳動畫嘅《貓貓的奇幻漂流》啊！咁今次唔講廢話咯，立即開波啦！咁喺一個冇人嘅水位不斷上升嘅地方啦，有隻貓呢，為咗求生呢，就誤打誤撞咁樣上咗一個船仔，仲遇咗其他一齊求生嘅動物啊！咁故事咧就此展開嘅。咁講起動物故事啦，可能係動畫或者文學，甚至係電影呢。咁通常都會即刻諗起咧 Disney 嗰啲擬人嘅卡通動畫嘅，即係咧動物樣做人嘅嘢，又或者係較為用寫實嘅動物行為啦，但係思考咧就似人嗰種故事，即係 Netflix 嗰套《猛兔奇兵》嗰種。咁 by the way 咧，其實我幾中意呢一套嘅，因為係一套咧比較成人向嘅動物故事嚟嘅。咁但係呢一套咧就比較似係紙貓物語嗰啲咧較為真實嘅動物故事啊，當然都係會比真實動物咧多翻啲智商啦，否則唔係就好難推動故事噶嘛。而且咧呢套戲咧係完全冇任何對白嘅，都係以動物嘅眼神啊或者動物嘅細微動作咧去表達情緒。咁呢個位咧就好值得講嘅。咁因為范太郎咧以前係養過貓啦，咁留意到一啲貓嘅耳仔向前向後啊，瞳孔嘅大細啊，都係符合翻現實動物嘅情緒嘅喎。而且佢哋仲喺動物嘅角色嘅眼入邊咧加入咗咧好似反光咁樣白點啦，咁就一種咧好似又係動漫角色嘅處理啦，俾咗眼神佢哋為呢啲角色咧帶入咗更多嘅情緒。而因為咧更加貼近動物嘅做法咧，所以我哋睇呢套戲咧嘅角度咧就好特別嘅。我哋好罕見咁樣咧去代入啲動物咧去了解佢哋思考啊、行事啊同埋求生嘅情況。咁即係話咧，好似如果遇咗水災啦，人就未必會即刻死嘅。咁可能咧會立即游去高處啊，或者揾其他人群咧去求生。咁但係咧喺動物嘅角度嚟講咧，如果錯失咗一次生存嘅機會咧，就立即咧會有面對死亡嘅危險。所以睇嗰陣時咧，就有種咧了解到動物角度啦，同埋動物喺面對對人嚟講好簡單嘅環境咧，都會變成絕處逢生嘅觀感體驗。咁啱開始睇呢套戲啲畫面嗰陣時咧，我即時諗到嘅係 Zelda 嘅曠野之息，咁同荷里活嗰啲動畫大片啦，做得好細緻啦，任何一條毛髮咧都可以見到咧佢喐咧唔同，佢走一個咧視覺舒適啦，有啲似童話書嘅柔和風格嘅，所有嘅細節咧都係一個個顏色嘅區塊啦，加上去，加埋咧佢用色咧都要走一個緩和嘅卡通啦，咁一啲一啲咁樣疊加上去咧，就有種咧簡約風嘅精緻感。咁而喺鏡頭上嘅運用咧，都用得快慢得宜。喺電影嘅一啲動作場面咧，加入咗唔少嘅動感啦，同埋喺一啲宏偉嘅場景咧，都加咗啲慢嘅運鏡啦，增加畫面嘅宏偉感嘅。咁喺電影入邊咧，因為我哋係跟住主角黑貓嘅角度睇故事啦，故事咧係冇人嘅角色啦，同埋旁白嘅，所以故事嘅背景咧，我哋就係可以靠想像。咁呢個位咧，其實我認為係一個幾高手嘅安排嚟嘅，因為我哋喺電影嘅一開始咧，就見到地球暖化嘅後果啦，而當中咧係冇解釋任何導致呢件事嘅因由嘅。而且人類咧就喺呢套戲度一個都冇出現過，咁咧呢一切咧都任由觀眾嘅想像。咁喺諗嘅過程入邊咧，都令人產生咗唔少嘅恐懼。咁到底人類咁去咗邊咧？係因為水位上升啦，冇咗糧食而餓死啊？定還是咧一早已經俾水浸死咗？但無論點啦，地球嘅其他生物咧都要替人類承受惡果啦。咁呢一點咧其實好殘忍嘅，睇嗰陣時咧都令人反思到人類嘅惡行。而喺電影入邊咧，都做咗唔少咧具有寓意嘅安排。咁除咗唔同嘅物種咧被逼共同合作求存，表示必須排除分歧之外咧，仲有一啲咧好似天主教咁嘅洪水末日啊、犧牲嘅隱喻咧，都處理得好好嘅，亦都為故事增加咗唔少宗教嘅韻味同埋反思嘅空間。所以今次范太郎喺我指數10個飯團有8.2個飯團，相當喜愛。